本公子这次来，是想了了王元两家的恩怨。王公子意欲何为？自然是化敌为友，劝汝追番。B 站那么多番，不知王公子要我追哪一部？最近开播的《捕星司》很合我胃口，你若是点了追番，我俩便是情投意合。好，即刻追番《捕星司》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。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。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卡住了，卡住了！哎，放好！说你呢，都给我警醒着点！酋长老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防御工事已经准备妥当。好啊，有情况！大家准备！放箭！好，秦泽，你们搞错了，这边是主公。五色石呢？主公带着呢。你们终于回来了。他带着五色石。秦兄弟，你是一直暗中跟着我们？巨大侠，你别误会。你和主公身上带着五色石，他会吸收。秦泽，发！这就是竹简上的千斤弩。墨家现今所能造的弩车，威力精度都远不如竹简上的千斤弩。多射几发，烟雾弥漫。让他们尝尝墨与土物。又来了，巨子！木高2丈，见圆木高5尺3寸，一距10丈为实，斜背偏兜，球形，斜形6成尺。巨子闪开！巨子！好。简直是胡闹！反击命中了！啊！可恶！殿北遭袭，我去看看。
墨家攻防12法中失传的空洞。看，这是有他了！不要慌，快速前进到我们的射程带。快，这次用1簇10发。放箭！1簇10发，小心！不要后撤，听小枪！元兄，你原是后山的乡野村夫家，还有这个？后庞兄见巧，此乃墨家攻防12法，焚温却是改进后的，可守能攻。放肆！什么人？巨子小心！若儿，天心哥哥！若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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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天行。好，阿泽，带我上去。冲上去！你不会还有什么是骗我的吧？居大侠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如今倒是热闹，2家氏族，2派墨家，还有我跟你。所有上山的人，不都各有心思，以利合罢了。以利合？哼！如今所有人的利益，便都集中在他身上。他能赐人异能的邹师啊！阴阳和睦，引星入世，凡夫改天换地，必将是开天辟地以来之大壮举。成败就在此夜。有氏族硬闯山巅，酋长老和巨子他们正在抵御。不出所料，果然被盯上了。可这五色石又未到。五色石到了，酋长老说就在袁采薇身上。不错，五色石已到。好。君子见利思义，见危受命，便是要当着天下人的面替你讨个公道。你们背叛墨家，竟然有这么多墨家弟子追随这个叛贼！莫再胡闹，坏了墨家规矩。那你便兵刃相向。是，我还要证明给你们看。
墨家机关术并不输。万箭穿心，停蚌木！我帮你，阿泽不可！快出闪电！阿泽！天行哥哥稍待，阿泽暂无性命之忧。我已证明，墨家机关术并不输于异能。是公叔家的吧？公叔家？胡闹！公叔家怎么会懂墨家机关术？是常与巨子对弈的老丈教他的。对弈的老丈？公叔家教巨子机关术？胡闹！简直胡闹！100年前，公叔家可是惨输墨家，与墨家势不两立呀。这里有个印记，似乎真和公叔家有关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天下约白，近墨者黑。秦壁母饭所暗示，你难道不懂？那又如何？规矩都不在了，墨家还能称之为墨家？即便是巨子之意，那也是他在胡闹，胡闹的离谱。上！我有办法了。拦住他们！撑不了太久，等你接不上气，就和他一个下场。快抓住他们！这山顶居然还有个地宫。阿泽哥，你忍一忍，夏为你解开天罗地网。还好天行哥哥可以静止万物，等我一点点拔出来。阿泽，不要动。墨家弟子，全力回顶！回顶？他们就回顶，主公也在。阿泽，别动。这儿倒是听得清楚，我听见回顶。五色石呢？拿到了。声音是从这边传过来的。这位是巨大侠。此番找取五色石，他出了不少力。 5块五色石都在我们手上，的确费了颇多周转。来者不善，先护顶。
全力回顶！什么？还有回顶？墨家弟子全力护顶！休战！休战！王氏子弟，别让这个傻瓜把顶毁了！阵风雨着分浊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铁衣苍苍，冷血暗弓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诸葛映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是以为所是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谈？危急情缘长存，离不再待重生。愿诸葛诉红妆，把酒当月光。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赴远望。不继续换容